6月初9，吼，就是咱即摆来纪念迄个开经记，开经记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8000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忏悔文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罪将身记由心灭，罪灭身亡两具空，实假名为真忏悔。四方誓愿文：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中念普贤菩薩懺悔三昧，無論是過去、現在，也是未來，因身口意的造作，被我傷害過的因緣眾生，係因身口意的造作所招感的諸多不順甲苦難，毋管是身體上，抑是精神上，我攏願意接受法業果法則，並慚愧的懺悔。因為無明，因未聞四種真諦，無量劫來，我聞彼此傷害，冤冤相報，往受諸苦與六道中，無有出期。我聞攏希望解脫，願一切被我傷害過的眾生，無精神的痛苦，無身體的痛苦，願你們保持快樂。願一切有我與有因緣的軌道慧能眾生，得聞佛法，投生善道，趨向解脫。願一切與我有因緣的人，及慧能眾生，分享我善業的功德，並回答善哉善哉善哉。願一切眾生分享我的功德。感謝天父師弟。謝謝感恩羅來咯，還是謝謝蒙尼，謝謝。